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元朗分行嘅利嘉閣 Cindy，今日帶大家睇一套新鴻基嘅商場上蓋住宅項目 Grand YOHO。配套方面，元朗地鐵站無縫連接 YOHO 大型商場，110萬呎商場面積，設有逾300間店鋪，當中有唔同國家特色餐飲以及茶樓，另外有大型超市一田百貨、戲院、家電鋪等等，仲有女士們最愛嘅化妝以及護膚品專櫃店。假日嘅時候，亦都有唔少市民過嚟商場購物。Grand YOHO 由新鴻基打造嘅商場上蓋大型住宅項目，合共提供1954伙，16年入伙，現金9年樓齡，主打2房到3房戶型。會所設施包括室內外游泳池、健身室、宴會廳、兒童遊樂空間等多元化元素。我哋嚟到單位實用面積499呎，2房間隔。首先門口嘅右側係緊廚房位置，以及連接住工作嘅平台。旁邊洗手間乾濕分離，配置浴缸，而且仲係名廁。客飯廳一睇，飯廳位置可以放到4人餐桌，而景觀係望向元朗嘅市景。由於係鳳凰樓層，所以景觀都非常開揚。客房可以放到單人床及衣櫃，方正實用。景觀亦都同客廳同一方向，而主人房個空間就相對寬落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以上呢類型嘅單位，記得揾我利嘉閣 Cindy 啦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